大家好，我係阿東啊。今期咧就同大家分享翻就喺惠州呢邊買樓嘅一個詳細嘅一個過程嚟嘅，帶大家即係避坑一個指南。係啦，咁今期咧主要分享嘅就係一個買樓嘅一個全過程啊嘛。咁我第一個主題咧就係同大家分享就係關於一個訂金同誠意金嘅一個區別嘅。係啦，因為之前咧好多啲即係已經成交咗嘅啲港人朋友啊，交咗訂金之後咧，因為對於大陸呢邊嘅一個流程啊唔清晰啦，會覺得有擔心有風險嘅，咁最終咧佢都冇喺大陸呢邊買樓成功嘅。咁今期咧阿東咧就帶大家即係了解翻就係買樓嘅一個全過程，同大家即係清晰咁樣認識翻嘅。咁係啦，咁我第一個講嘅就係一個訂金同一個誠意金嘅一個區別嚇。咁訂金同誠意金咧，佢之間有咩區別咧？咁訂金咧嗱，就係你交咗訂金啦，就係相當於係有一個法力嘅一個效益嘅，就係所有嘅嘢都係有去到一個法力嘅一個效益，就係唔可以再去反悔噶啦，就係你最終博取。咁呢個就係訂金啦。咁你交咗訂金之後咧，一般咧情況之下咧就係唔可以退噶啦。但係如果你真係買咗交咗錢，你又唔想要，咁開發商咧係有權沒收你呢個訂金嘅。同樣嘅一個情況啦。如果開發商唔想將呢套單位賣俾你，咁你都同樣係可以要求開發商對你進行一個賠償嘅一個雙倍嘅一個賠償都係冇問題嘅，就係雙方都有一個法律嘅一個約束嘅，係啦。咁誠意金咧就係一個意向金嚟嘅，咁就係冇一個法律嘅一個效益嚟嘅，係啦。即係相當於我今日過嚟睇樓有少少意向啦，有啲即係港人朋友啦，可能又諗住交咗呢個誠意金，但呢個誠意金咧係可以退㗎，同大家講翻呢個係無理由咁樣去退款，即係你唔想要啦，或者覺得呢個價錢貴，或者睇啱其他樓盤，咁呢筆錢咧係可以完整咁樣100%咁樣退翻俾你嘅，因為呢個就係誠意金啦。所以阿東即係話建議翻就係如果你真係睇啱咗一個樓盤睇翻你係交訂金或者係誠意金，都係要睇翻嘅一個再簽字啦，就係睇翻你嘅收據啦，合同寫嘅係認購係訂金啦，還是係誠意金嘅，大家所以即係以紙質嘅一個合同為主嚟㗎啦，係啦，因為一字之差一個權力同義務咧就係真係天差之別嘅啦，可能有啲銷售話，哎呀你今日睇咗以為自己交嘅係誠意金，但係最終咧可能你交嘅係訂金，咁訂金咧呢筆錢咧就係唔可以退㗎啦，係啦。咁誠意金嘅一個階段咧就係你仲喺度猶豫緊啦，或者就係比較真係有意向啦，你先交呢筆錢啦。但係阿東咧個人建議咧，即係覺得你真係未睇啱就唔急住去交呢筆錢嘅，因為依家啲惠州呢邊嘅樓唔會話賣得咁快㗎嘛，係咪？係啦，如果你真係交咗，你要問清楚呢個退誠意金嘅一個時間啦，麻唔麻煩嘅，需唔需要本人過嚟先可以退你當中就自己去衡量翻去問清楚呢啲細節當中嘅一個問題，係啦。咁訂金嘅階段咧，就係一旦你交咗訂金，即係意味住你做咗最終嘅一個決定啊嘛，係啦。但係喺之前咧，阿東咧就溫馨都係提示翻大家嘅，可以同即係現場一個銷售啦，同開發商確認翻你一個按揭資料係真係冇咩問題你再交呢個訂金嘅係符唔符合呢個按揭貸款嘅一個條件啦？呢個條件咧當中都會係問翻一個年齡嘅一個條件啦，仲有一個按揭資料嘅一個條件嘅，係啦，咁你又自己再去衡量翻嘅。但係如果好似揾到阿東呢邊咧，阿東都係會提前同大家去做翻呢啲功課嘅，讓大家買得放心安心，再去即係了解清楚你嘅資料係冇問題，阿東先會讓你去交呢個訂金嘅，保障你嘅100%嘅一個權益啦，係啦，係啦，即係如果比如你最終啦，你真係交咗訂金啦，
咁你要仔細都要睇翻啦。交咗訂金咧係會你要仔細睇翻一個開發商嘅一個買賣合同啦，因為呢個買賣合同咧佢係有公示，一般都會公示喺樓盤嘅啦，因為都係一個統一嘅一個模板嚟嘅。除咗你嘅啲基本嘅信息啊，買樓嘅啲信息唔一樣啊，因為成一個惠州咧佢嘅合同模板咧都係一樣嘅，係啦。咁仲有了解翻啦，睇翻你如果買嘅係現樓。咁你就簽翻一般所有嘅資料都齊晒㗎啦。咁如果係期樓嘅話，睇翻一個五證一書啊，呢啲基本嘅一個文件啊，齊唔齊全啊？一般都會公示翻喺樓盤最顯眼嘅一個地方㗎啦，係啦。就係一句話講晒啦，誠意金咧就係有退路嘅，咁訂金咧就真係鎖定咗呢張交易㗎啦，就冇退路嘅。係啦，咁仲有啲人咧就會覺得交訂金咧係交俾邊個咧？咁肯定係交俾開發商啦嚇。訂金冇可能話係交俾個人一個賬戶嘅，個人嘅賬戶肯定係唔安全嘅，係啦。咁依家嘅話，惠州呢邊咧監管係非常之嚴格㗎，即係訂金咧一般都係交翻俾房管局監管嘅一個賬戶嘅，叫監管戶。咁點知呢個係唔係監管戶咧？一般咧佢都會公示喺樓盤嘅一個大堂嘅最顯眼顯示文件嘅一個位置嘅。睇翻佢係咪一個監管戶？係啦，一般嘅話，如果你買嘅唔係現樓嘅話，呢筆錢咧係100%要交翻係入去監管戶咧，先會係最安全嘅。係啦，咁你交咗錢啦，咁你當日咧係可以攞翻嘅一個就係一個收據啦，一個認購書嘅，係啦，咁收據咧上面咧都會顯示你交咗幾多錢，訂咗邊個房號嘅，係啦，咁認購書咧你要睇翻上面，一般咧佢你自己都會留一份嘅，係啦，上面咧都會有翻一個你買樓嘅一個基本嘅信息啦，呢層樓嘅單位啦、面積啦、合同嘅一個總價啦，仲有就係一個你交首期嘅一個時間嘅，係啦，咁仲會再簽多一份就係一個購房嘅一個告知書嘅，呢份文件咧就係俾翻房管局嘅，一般咧呢個告知書咧上面就係顯示翻一個樓盤裡面嘅一個基本情況啊，或者啲不利因素啊，仲有就係樓盤嘅一個周邊嘅一個情況同不利因素都會告知翻俾客戶嘅，係啦，因為依家即係好多啲情況啊，房管局咧都係有監管嘅，所以大家即係喺大陸呢邊咧買樓其實係可以放100%個心嘅，係啦。仲有就係一個一般咧就係上面都會顯示翻就係呢個訂金咧就不可退嘅啦，係啦。但係喺呢度咧，阿東就溫馨提示翻大家嘅，如果真係擔心自己嘅一個按揭問題唔過，可以提前同現場嘅一個銷售啦，或者同你帶你過嚟嘅一個銷售去溝通翻。就係因為如果真係因為按揭唔過申請呢筆錢咧，訂金咧呢筆錢咧都係可以退嘅，係啦。因為阿東咧好多啲客戶咧都係提前做翻呢個工作嘅，就唔令大家損失翻呢筆訂金啊嘛。係啦。咁除咗你當日交咗訂金之外咧，肯定就係翻去準備翻嘅一啲就係按揭嘅一個資料嚟㗎啦，係啦。咁按揭咧就需要咩資料咧？符合咧？一個就係你嘅一個身份證啦，一個就係一個回鄉證嘅，呢個就係基本上已經有嘅一個資料啦。第三個咧就係一個婚姻嘅一個證明啦。一般咧就係話單身嘅就需要提供一個單身嘅一個證明，咁呢個證明咧一般就喺香港嘅一個入境事務處上面係可以喺線上就係可以開㗎啦，呢個單身證明。咁你結婚嘅一個證書咧，你結婚嗰陣時就有㗎嘛，可以複印過嚟㗎啦，係啦。咁仲有一個就係比較關鍵嘅兩樣，就係一個銀行一個流水啦，係啦，需要半年嘅，或者你就係你公司嘅一個出糧單
都係需要半年嘅。仲有一個就係一個收入一個證明。好多啲客戶話，咁我有出糧單啦，點解仲要呢個收入證明咧？咁大陸呢邊嘅銀行咧就真係就比較睇翻嘅就係呢個文字版嘅一個資料啦。收入證明嘅話就係需要你喺公司嗰邊咧冚翻公司一個公章就基本上就 OK 啦，都有模板嘅。如果需要呢個模板嘅話，都係可以揾翻阿東呢邊send 翻俾大家㗎啦，係啦。咁最後一個咧就係一個徵信嘅一個報告啦。呢個咧就喺大陸嘅呢邊嘅中國人民銀行呢邊打嘅，係啦。咁到時候嘅話就過嚟大陸呢邊打出嚟就得啦。一般嘅話，香港嘅朋友嘅打出嚟嘅話都係空白嘅，係啦。就需要準備就係呢幾份嘅資料啦，一個就係身份證啦、回鄉證啦，一個就係婚姻嘅一個證明，仲有一個就收入公司嘅一個證明啦，仲有一個就糧單徵信報告，就係呢幾樣啦。咁一般咧，你開完呢幾個資料咧，就可以帶喺身上，就過嚟大陸呢邊咧，就當日就做按揭嘅啦，係啦。咁你辦理按揭咧，喺銀行呢邊咧，需要注意邊啲問題咧？今日阿東咧都會同大家講翻嘅，係啦，即係你喺銀行簽字啦，唔好話蒙聖聖咁樣，就只係簽字俾你簽字就得啦。你可以同銀行咧就多了解幾方面嘅一個內容嘅，對於你按揭買呢層樓嘅一啲問題就係第一點就係呢個 LPR 嘅一個選擇一個變更嘅一個時間嘅，係啊，因為依家大陸呢邊嘅一個基準利率佢時時都係會變㗎嘛。咁惠州呢邊嘅一個 LPR 咧就已經幫你係減咗50%個基點㗎啦。本身咧佢嘅基準利率咧係3.5啊嘛，咁減咗50%，咁依家嘅利率咧就係3.0。咁呢個 LPR 減50%咧，就呢個基數咧就一直係唔會再去變㗎啦。咁佢變嘅就係呢個基準就係3.5，有時咧佢可能會降到3.4或者3.3或者3.6，佢係隨時會變動嘅。但呢幾年咧就一直係往下降嘅。咁佢呢個變更嘅時間咧，佢係會有3個揀項俾你揀嘅，一個就係3個月啦，一個就係6個月，仲有一個就係1年嘅時間嘅。咁阿東咧呢邊咧就建議你因為依家啲即係利率變化會比較大，係可以揀翻3個月就變更一次嘅。咁你嘅利率如果根據佢呢個國家嘅基準利率如果降咗，咁你相應咧都係會對應降翻嘅，係啦。如果你揀1年咧，咁佢等到1年之後先可以變動啦。咁你當中嘅1年時間咧就會多多少少又會有少少嘅一個相差啦，係啦。但係如果你覺得即係保守一啲嘅話，即係都係可以揀翻6個月嘅，係啦，因為6個月你係降咗或者係升咗，都唔會話有太大嘅一個變化啊嘛，係啦。咁仲有一個就係你揀嘅一個還款嘅一個方式啦，到時候銀行都係會詳細同你解釋翻嘅，就係一個等額本息同一個等額本金嘅一個區別啦，係啦。咁好多人會問，咁係揀翻等額本息好咧，就係本金好啊？其實呢兩者一個區別咧，阿東今日都會喺呢度同大家講得非常之詳細嘅啦。等額本息咧就係每個月還款都係一樣嘅，比如話你借嘅錢係60萬啦，還嘅月供啦就係3000，咁佢固定咧呢揀翻嘅呢30年咧都係3000蚊咁樣，係唔會有變嘅。咁等額本金咧佢就係每個月咧就遞減幾蚊，比如話你第一個月係3000蚊，第二個月咧就係2994蚊，就每個月咁樣係減翻嘅，相對於佢咁樣去減翻。咁佢呢兩種嘅利息咧，呢30年計翻落嚟嘅話，就係如果你真係想即係話供滿30年嘅話，呢兩種邊個利息會高啲咧？咁就係等額本息呢個利息咧係會
高啲嘅，係啦，相差咧大約咧依家嘅利率咧大約就係相差幾萬蚊咁樣你真係供翻30年嗱，等額本金咧，因為你一開始嘅一個呢個供嘅月供會高啲，慢慢咁樣遞減，所以佢最終嘅利息咧係會少啲嘅。但係咧，你相當於一個係供3000蚊，一個係從供4000蚊開始嘅，就睇翻大家嘅一個壓力大唔大咯，係啦咁仲有一點嘅就係一個其實。仲有一點嘅就係一個提前還款嘅一個問題咁你要問翻銀行喎，如果我提前還款，有冇手續費會唔會扣息呢方面嘅，銀行都會詳細同你解釋翻嘅。所以呢3個問題咧，你係可以當日同銀行嗰邊咧去溝通嘅，因為每個銀行嘅一個時間每個銀行多少少都會有少少唔一樣嘅呢個就係銀行按揭當日咧，阿東俾到大家嘅一個建議，可以去問翻銀行嘅，係啦咁其實咧，阿東咧建議咧，你辦按揭係可以用翻最長嘅時間嘅，唔係話一定要供翻30年因為咧依家就係長貸短還短還款係啦，其實你供30年，你每個月咧俾嘅錢會少啲嘛，但係你到時候係可以提前還款嘅。你供滿咗1年咧，基本上所有嘅銀行咧就係你供滿咗1年之後咧係可以提前還款嘅，但係唔係話需要一次性咁樣還晒，係可以金額大於1萬就可以提前還款，1年咧係可以還無數次嘅。就比如話你借60萬啦，還咗1年之後咧，仲剩翻58萬，咁我第2年咧，我想還5萬、3萬、4萬，都係可以咁樣還翻入去嘅。還咗入去咧，佢即係比如話你還5萬蚊，呢5萬蚊咧就唔計息㗎啦，60萬減去5萬就係你以55萬咁樣嚟月供。係啦，咁你要揀翻，你係要變更翻你嘅一個還款嘅一個時間啦，仲係你要變翻呢個金額到時候嘅話，你都係可以同銀行嗰邊去溝通嘅，係啦，所以都係比較靈活嘅。咁你做完咗按揭之後咧，肯定就係翻樓盤交首期啦，係啦。咁你交首期基本上嘅話，如果銀行咧接咗你呢個件咧，基本上係唔會話有太大嘅一個問題㗎啦。對於按揭呢方面基本上90%咁樣係冇問題嘅，係啦。咁你就放心翻樓盤咁樣去交首期。但係如果你係揀咗低首期咧，就多咗一個環節咧，就係開發商咧會將呢個合同價做高將佢做高，然之後咧將呢部分嘅首期咧打翻入你嘅卡你再交翻俾開發商嘅。呢個就係到卡啦，就係送首期啦。因為之前咧阿東咧係送首期呢方面咧，就有個客戶咧就非常之擔心嘅，覺得呢個送首期合唔合法會唔會話牽涉到啲詐騙呢方面嘅所以佢都係經考慮咗好耐，我都同佢解釋咗好多呢方面嘅一個問題，最終咧佢先放心嘅。因為咧佢送首期呢方面咧都係需要簽一份文件嘅，有啲開發商咧就會簽一份係借款協議，就係話呢筆首期話送俾你，但係佢簽咗係一個借款嘅一個協議，佢寫住比如話呢筆錢咧你係要幾時，比如話當日要打翻俾開發商嘅，打翻咗呢份文件咧就失效咗啦。但係因為有嘢比較即係介意呢個借款一個協議，咁有啲開發商咧就會係簽翻一份補充協議嘅，就係補充協議大概一個內容咧就係你買嘅呢套樓嘅一個合同價係幾多，咁開發商送埋咗首期，比如話送20萬啦呢套樓合同價100萬，送首期20萬，實際嘅一個價錢就係80萬，咁佢都會寫翻你呢個補充協議，你買呢層樓嘅實際嘅價錢就係80萬因為點解話要送首期咧？因為大亞灣呢邊咧好多啲即係備案價係唔可以低於7折或者8折去成交嘅，但係因為開發商都係為咗出貨將呢個
實際嘅成交價咧就真係會偏低，低於呢個備案價嘅一個7折8折咁樣去銷售俾大家嘅，所以就會去到呢個送首期嘅一個問題，或者有啲方便好多啲朋友咧，真係唔想攞太多錢出嚟買呢層樓，我就係想低首期俾翻萬幾2萬蚊或者2、3萬蚊咁樣去買翻呢層樓所以佢嘅一個付款方式咧就比較靈活嘅，咁樣去幫助咁大家咁到卡送首期咧，呢度咧有啲細節嘅一個問題咧，就係你就需要提前即係認購嗰陣時咧，你就需要翻去準備就係2張卡㗎啦，一張就係 A 卡同 B 卡，咁呢2張卡咧都要避開你嘅一個就係首期呢張卡或者係按揭呢張卡嘅，比如話 A 卡啦，就係開發商會將呢筆錢打到你 A 卡呢度嚟。但呢個 A 卡咧係要一類卡嚟嘅就唔可以話係二類卡。二類卡嘅話就係存唔到款入去嘅，係啦。咁呢張卡咧就唔可以係你交首期呢張卡，都唔可以係你發工資嘅呢張卡。因為咧銀行到時候都要查翻你嘅一個銀行流水嘅，就到時候如果你用咗係首期卡或者按揭卡嘅話，咁就對你嘅一個按揭咧就會產生咗一個不利嘅一個因素啦。所以你最好嘅話，冇卡嘅情況之下，到時候都係可以過嚟大陸呢邊係開翻呢個一類嘅一個卡嘅。係啦，咁 B 卡咧就係你交首期呢張卡或者都可以定義為你交訂金嘅呢張卡將你嘅首期款最終你自己交首期嘅呢部分啦，或者開發商送首期嘅呢部分，從 A 卡轉到 B 卡呢張卡再轉翻俾開發商所以佢嘅一個流程咧就會有少少嘅一個複雜。所以都會同大家咁樣詳細咁樣去講翻嘅，係啦。到卡呢當中咧就會協視翻，就係啱先同大家講翻一個問題，因為開發商咧佢都擔心呢筆錢打到你嘅卡裏面，你會唔會轉翻俾開發商？所以佢就會有個協議同大家簽翻嘅，即係約束你將呢筆錢打翻俾開發商嘅。但係基本上因為依家操作呢個低首期呢個問題咧，已經係非常之多，都係非常之成熟基本上每個樓盤都會有送首期嘅呢個問題所以就係大家就可以去放心唔使話擔心呢個問題唔安全嘅，係啦。如果關於送首期呢方面有一個文件啦，大家如果有唔放心嘅，或者有更加想了解嘅，係可以入線諮詢翻阿東嘅，阿東會再同大家詳細咁樣去解釋翻㗎啦，係啦。咁你當日做咗按揭送埋首期，你交埋你自己嘅嗰部分嘅一個首期同開發商送嘅呢個首期啦咁交完首期之後咧，你就攞翻所有嘅你交錢嘅一個收據啦咁就開始簽一個買賣一個合同㗎啦。係啦，咁買賣合同咧，一般咧當日就係簽一個你嘅一個草簽嚟嘅，因為網簽咧係需要去房管局嗰邊去預約嘅，呢個時間咧大概都係1個月左右嘅時間預約翻一個正式嘅合同，上面係有個編碼嘅，呢個編碼咧就係你就可以喺房管局咧喺大陸呢邊查到呢套樓咧就係屬於你嘅名下㗎啦，呢個就係線上嘅。咁你當日簽嘅一個草簽咧，同你正式嘅合同係一樣嘅，就係爭咗一個編號一個編號嘅話係可以喺線上查，草簽咧就係未有線上未可以喺線上查到嘅，但係基本上嘅內容係一致嘅，係啦。咁簽咗草簽，交晒所有嘅一個資料，咁開發商咧就將你提供嘅所有嘅資料啦，你交嘅首期嘅銀行流水啦，咁就會俾翻銀行嗰邊，銀行咧就開始去審批你嘅一個資料啦。審批大約嘅話都係需要1個月嘅時間。如果係期樓嘅話，可能有啲樓盤咧就會耐少少嘅，因為佢需要改界呢當中有好多嘅啲細節嘅問題，可能就需要2到3個月咁樣。但係一般嘅現樓咧就會比較快，大約都係1個月左右就可以審批完㗎啦。咁審批完，比如話現樓咧就係你
審批通過咗之後咧，就開始交稅㗎啦，係啦。咁你交咗稅之後咧，出咗稅，咁我哋開發商咧就會開始去幫你辦房產證，辦咗房產證咧，呢個證就先落嚟，然之後咧就再會攞咗呢個證去銀行嗰邊咧去做抵押，因為你係做按揭㗎嘛，做按揭做抵押咗之後咧，然之後咧再開始放款，你再開始月供，所以呢個就係買現樓嘅一個比較有保障嘅一個方面嚇，因為佢係先出咗房產證，然之後咧再開始月供嘅，咁就唔使擔心話攞唔到房產證呢方面嘅一個問題。咁期樓咧就係房產證係未會出住先嘅，係啦，佢係審批通過之後咧改完價之後咧就開始佢攞你嘅認購書就開始去做抵押呢方面嘅，然之後咧做放款啦，放款咗之後咧你就開始月供，可能有啲你要供半年或者供1年之後咧先開始收樓之後咧先開始去辦房產證嘅，呢個就係期樓同現樓嘅一個區別啦，係啦。咁今日咧就係講咗呢3方面嘅一個內容。第一個咧就係一個誠意金同一個訂金嘅一個區別啦。第二個就係一個呢個按揭嘅一個全部一個流程啊。如果喺呢當中咧大家有聽得唔清楚或者唔清晰嘅，都可以入線諮詢翻阿東會再同大家詳細咁樣去解釋翻嘅，都冇問題嘅。第3點嘅話就係講咗呢個就係放款之後攞咗房產證嘅一個問題，係啦。如果大家咧喺仲有即係關於房產有咩想了解嘅，都可以喺下方幫阿東留言翻嘅。咁阿東到時候嘅話都會做足翻功課，同大家再去分享翻嘅，係啦。如果當中有講到唔足嘅地方，大家都多多體諒幫阿東點翻個讚，或者有唔足嘅地方，大家都可以喺下方去交流啦。係啦，咁阿東嘅所處嘅公司，到時候如果有想睇樓嘅，都係可以免費嘅一個專車接送嘅，帶大家對比翻周邊嘅樓盤。如果即係話都可以，大家講翻你自己個需求。阿東喺呢邊都做咗差唔多10年嘅一個地產啦，可以幫大家匹配翻啱你嘅一個樓盤嘅，都冇問題嘅。係啦，咁今期咧就分享到呢度啦。如果有需要了解嘅，可以入線諮詢翻阿東啦。咁今期同大家再見啦，拜拜。